你爱过一个人吗？你知道爱一个人什么滋味吗？我今天就告诉你，爱一个人很累很累，你做的每一件事情都想讨他的欢心，但是他根本不领情。你会被他的若即若离而受折磨，你会因为他跟别人的亲密而吃醋，晚上你会因为思念和心痛睡不着觉，一想到他眼泪就止不住的流下来。就是因为这么一个人，你突然发现你把身体里的自己已经掏空了，那个时候你才明白，你付出的所有感情在他看来根本就一文不值。你在跟我说什么？徐志摩的诗啊，我就是一粗人，我听不懂这些。您这些在我这儿不好使。来。啊，对了，别怪我没提醒你，李峰他是有女朋友的。我知道，那又怎样？我跟他就是朋友。朋友。夏小娟，夏小娟，你什么意思啊？你为什么要笑啊？不会你也觉得我跟他有什么吧？那我可什么都没说啊！你跟他到底什么关系，只有你们自己知道。行，我就是喜欢李峰，我图他有钱，我想勾引他，行了吧？你满意了吧？哎呦喂，您这是不顾一切豁出去，想要飞蛾扑火是吧？夏小娟，我之前不顾一切的喜欢你，不管你喜欢的是不是我，就算你把我伤得遍体鳞伤，我还是奋不顾身的喜欢你，这才叫飞蛾扑火呢。现在好。我告诉你，夏小娟，我想说，我谢谢你，我谢谢你让我成长，我谢谢你让我在年轻的时候爱的歇斯底里。现在好了，我成熟长大懂事了，我现在理智了。什么叫理智？理智就是让一个人在痛苦和悲剧发生之前提前离开。你说我说的对吧？你怎么知道？李峰不是另一个悲剧。夏小娟。夏小娟，我告诉你，我一定会幸福，我比你们都幸福，你才是悲剧，你和刘婷是最大的悲剧。我迎着异乡艳阳和风雪，心底有个地方和你重叠，只有孤独的面对这世界，才知道站在你身旁愿望多强烈。这个越走越远的旅客，再也没搭上返程的列车。